我最喜欢看的哪一个书？有没有？嗯，就是说比较觉得哦，这个很有帮助的那种，印象深刻的，不见得是天天要看的啊。不见得要天天要看的。但是我最常看的是《阿弥陀经》，哇，那就是这个回答了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我的老师，阿弥陀佛就是我的老师。那呃，他最他最常跟我讲的就是心安。对，那只要我可以保持心的安定，那我就会有力量去面对所有一切的挑战。那我也会有，只要我的心是安定，我就没有疑虑。嗯，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你说是阿弥陀佛是你的老师？因为呢，阿弥陀佛的这个经你读了，就是天天经常对你起到这个启发的作用，或者提醒你安心，所以他是你的老师嘛。呃，因为我觉得先是从外在很多人，我遇到了很多比如说灵媒或者是通灵人，然后他们因缘际会，比如说来到我的面前，然后跟我讲了一些话，就是他们会说哦，在你的身后看到了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在你的身后看到很多很多佛菩萨们，然后或是释迦牟尼佛，他们会这样跟我分享，然后跟因为像一开始分享的就是，我之前人生在很不顺遂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实际来到我的生活里面，就是那个法师说跟我说，阿弥陀佛想要来帮助我，然哦，后所以但是在这个过程里，有很多时候我也感觉到，有迷惘的时候，但是在我很迷惘的时候，都会有旁边会有出现有一些人来跟我说，比如说阿弥陀佛要跟我说什么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是一种人生里面的你要说很玄的部分，或是奇迹也好，然后他会透过外面的有一些讯息来跟我讲，来让我知道他一直在，他一直在照看着我，他一直在保护我。嗯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，因为呢，也许听起来啊，阿弥陀佛天天跟我一起，也许觉得很炫，或有些人不一定相信。但是呢，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，其实我有很多五台山的记载，相关的记载里面，当时呢，就是让那个文殊师利菩萨，也就是有时候各种普通人的身份，甚至动物，甚至其他的，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，然后就是给予他鼓励、加持。那真的就像你说的，就是有一个法师来到你那边，就是要安佛，然后就这样呢，就实际上解决了你的这个心灵那个时候很痛苦的时候的问题。你把它视为阿弥陀佛的一个价值，那是我觉得是非常合理，这个也说得通的。所以就是所谓的我可以再价值观，分享，我嗯，可以再分享一个故事，可以，就是我在2024年的时候，马来西亚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团体，他们办了一个蛮大型的身心灵活动，然后他就邀请我去那边教课，然后带一个比较大众的冥想体验。然后我在前往马来西亚之前，我就在心里面我跟阿弥陀佛讲说，我希望我的飞行可以一切都平安顺利这样子。然后很特别的是，我那天去机场要 check in 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前后都被僧人包围，就是僧团。然嗯，后对，然后就我的那一班飞机变成是我跟是很抱团，一大群僧人一起搭飞机，然后我就很好奇他们是什么组织单位，我就有问了的那个僧人，我就问说，哎，请问你们是什么什么宗教的单位呢？然后他们就跟我说，
哦，我们是 ACC，然后我想说什么是 ACC，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是阿弥陀佛关怀中心，就是阿弥陀佛 Care Center。OK，然后我想说啊，好，然后那一趟飞行真的非常非常的平顺平稳，然后我就跟着一大群阿弥陀佛的那个僧人一起搭飞机了。叫你阿弥陀佛 girl。对，然后也会过程里就会发现，哦，我应该跟佛教各个菩萨们佛好像蛮有缘的。尤其是阿弥陀佛。Namo